那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103页，就是倒数第二段呢，就是最后面宝鬘论云，就是如六界即故，是复非真实；如是一界即故，亦非真。那讲到说这边就讲说初二句还有后二句。那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研读经论的缘故，所以一般呢在经典里面呢，就是会特别讲述到说一个寄颂。那我们知道说一个寄颂呢，它所指的呢就是四句偈。那四句偈的这个寄颂呢，每四个句子呢组合起来呢就是一个寄颂。那这一种呢，就是在以藏文的方式来说的话呢，像是以了不了义经、了不了义善说藏论里面呢，他就有讲到说，就是像宗喀巴大师他所造的这个呢，就是他们有讲述到说宗喀巴大师所造的这个论点里面呢，然后里面有提到说四根本。那这个四根本指的是什么呢？四根本指的呢，就是说这个寄颂呢，它有四个句子，所以用四根本。然后呢，每一个句子里面呢，它有8个字，所以它是以8个字呢为一句，然后呢，四句呢组合为一个偈子。抱歉，不是在宗喀巴大师的了不了义善说，是在宗喀巴大师所造的经曼论里面呢，就想要说呢，就是四个根本。那四根本，我们讲到说一个寄颂呢，它是4句话。那4句话里面呢，它的每一个字呢都是8个字。那这个呢是以印度的论著来说，所以呢我们在看藏文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看中文的时候呢，就是像现光庄严论，它的第一句话呢看起来的时候就是只有7个字而已，它并没有到8个字。那好像说，那为什么会宗喀巴大师在经曼论里面讲说，就是它是8个字呢？那最主要是说以印度梵文呢，在撰写的时候呢，是以8个字呢作为它一个句子的长度呢是8个字，但是呢翻译成藏文之后呢，就变成了7个字，所以是没有相违的。所以在这边呢，宝鬘论里面有讲到说呢，如六界即故，是夫非真实；如是一界即后亦分身。那这边就讲到说初二句还有后二句。那这边就是我们是用句子呢来做翻译的时候是翻成句子。那藏文它是有一个句脚，就是用这个脚呢表示说有几个句子，就是有几只脚呢，就是有几个句子的意思。所以初二句它就想说前2只脚，后二句就是后2只脚。那它脚呢就是句子，就是有几句的意思。所以呢，看到宝鬘论的第一句呢，就讲到说呢，如六界即故，是夫。那他这边就讲到说呢，是夫呢是如何去安立的呢？在安立是夫的时候呢，就是在6界的和之上呢，然后我们去安立了补特伽罗。所以补特伽罗呢，它是依着运体而有。这里呢就讲到说初二句还有后二句，但是在藏文的原文呢，它因为翻译的缘故呢，所以在藏文的原文里面，它讲到说第一句的意思呢，就讲到说是夫呢，它是依着呢6界和之上呢，我们去安立的一个是夫。那所以以藏文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占了1句半，就是不是只有1句这么少，它是占了1句半。那所以最主要这一句半的内容呢，就讲述到说呢，补特伽罗呢，它是依靠着就是施摄数运体之上呢去安立而有。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呢，非真实。那这边讲的非真实呢，就讲到说它并不是真实成立的。那这边讲到说不是真实成立呢，就是我们前几堂课呢有讲到说，像是地实成立、生意成立、真实成立、自性成立等等呢，就是有同义的10个或是11个词呢，它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后二句呢，就讲到说，如是一界即故，亦非真呢，是讲到说，就是如果说呢，我们讲的每一法呢，它必定呢都是关带着有分以及支分呢才能够成立的。就是呢，你要称为有分呢，就表示说你要关带你的支分呢，你才能够安立这个有分。那同样呢，你是支分呢，也是因为关带这个有分的缘故呢，你才会称之为是这个有分的支分。所以呢，如果任何一法呢，它又是说它没有所谓的支分，这边分呢指的是支分与有分呢，任何一法要是它没有支分或是有分的话呢，决定非有，这一法呢是决定不存在的。
故一界皆依多分合集假立。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到说六界的每一界呢，它同样呢，它也是依靠着它的支分呢去安立之后，然后呢观待它的支分之后呢，然后才去安立的。所以故一界呢，皆依多分合集假立，则分及有分皆非安立为彼之事。那所以在讲到说前面呢，故一界呢，皆依多分合集假立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一界呢，它同六界的一界呢，它同样呢也是要依靠呢它的支分之上呢，然后去安立的。所以同样的呢，这六界呢，它同样呢也是非真实成立的。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宝鬘论里面呢，讲到说这个寄送呢，就如同在心经里面呢也是有提到一样。因为在宝鬘论这个寄送呢，就是前两句呢就讲到说如六界即故，是夫非真实。是夫呢，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是夫所谓的普特伽罗呢，或者是是夫呢，它是依靠着就是它在运体之上呢，然后安立为普特伽罗之外呢，所以它并非呢是真实存在的。那就如同呢普特伽罗呢，它是依靠着运体之上呢去安立，并非是真实存在的一般呢，它的所有的诸运呢也是如同它一样。所以讲说如是一界，所以如同普特伽罗一样呢，一界呢它同样也是依靠它的支分之上呢，然后去安立一界之外呢，所以每一界呢它也并非真。所以呢，亦非真的一说，常说一界呢，它也亦非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呢，在心经里面呢，讲述的也是一样，就讲到说呢，我们讲到说五蕴意志性皆空，那意思呢是一样的。如是五蕴意志性皆空。那在我们常用的心经里面呢，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品的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只讲到说五蕴皆空，并没有一个意志。那有一些翻译，它会翻译成如是五蕴意志性皆空。那以藏文，就是以梵文的原文来看的话呢，心经的原文里面应该是要有这个意志。为什么要有这个意志呢？如是五蕴意志性皆空的意，为什么要有一个意呢？意就是也的意思，就是讲到前面呢，就是讲到说色受想行识五蕴呢，它本身呢是自性空的，就如同说五蕴呢它是自性空一般，五蕴所合的这个普特伽罗呢，它也如同五蕴一样呢是自性空的，所以要有一个意志。为什么说要加上这个意志呢？会比较合适的缘故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讲说如是五蕴意志性皆空呢，就提到说除了五蕴呢它本身呢是自性空，就是自性不成立之外呢，所以从五蕴是自性空的这一点呢，阐释出了说法无我。那意志性皆空呢，就讲到说普特伽罗呢，它也是呢就是自性空的，所以在讲到说五蕴所合集的普特伽罗呢，它是自性空这一点提到了人无我。那如同呢普特伽罗是自性空一般，那能够成立普特伽罗的五蕴呢，它同样呢也是自性空的。那在讲到说五蕴是自性空的这一点呢，阐释了法无我。那我们再回过来看到宝鬘论的这一句也是一样，前两句呢讲到说如六界即故，是夫亦非真呢，那它同样呢是夫亦非真，它所阐释的呢就是人无我。那讲到说如是一界即故亦非真呢，那后面的这个最后一句的亦非真呢，它同样阐释了法无我。所以在这个寄送里面呢，它同样也是阐释了人无我以及法无我二者。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呢，就是决定非有，故一界皆依多分合集假立。那就讲到说呢，则分及有分皆非安立为彼之事。那什么叫做则分及有分呢皆非安立为彼之事呢？就提到说呢，我们讲到说呢，普特伽罗呢它是观待着运体呢而有，那同样呢运体呢它也是因为观待普特伽罗呢才称为是这个普特伽罗的运体。所以呢我们所讲的这个支分运体呢跟有分普特伽罗呢皆非安立为彼之事呢，就是我们不可以说呢普特伽罗呢它是运体，虽然说它是依靠着运体呢而去安立普特伽罗，但是你不能说普特伽罗它的支分呢就是普特伽罗，所以你不能说普特伽罗呢它是运体。同样的呢，你也不能说运体呢它就是普特伽罗，所以分呢就是提到说支分还有有分呢，它皆并非为安立为彼之事，就你不可以说
虽然说补特伽罗呢，它是依靠着运体而有，所以它的施摄处呢是运体，所以你不能说补特伽罗呢是它的不能安立为比之势，不能说补特伽罗呢是为安立它的这个运体。那同样的呢，你也不能说运体呢它就是补特伽罗。那虽然说呢，在这边呢是讲到说，则分级有分呢，皆非安立为比之势。那在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呢，会比较困难一点。那就是在了不了义善说上论里面呢，还有一段话呢，是直接讲述到说呢，施摄处以及施摄法呢，它二者呢是相违的。那虽然说现在在善显密书里面呢，它并没有直接讲述出来，它只是用则分级有分呢，皆非安立为比之势之外呢，它并没有直接点明说施摄处及施摄法二者呢是相违的。那不过呢，中华大师在了不了义里面呢，还有做一个比喻，就想要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的运体呢，还有说它的施摄处补特伽罗以及补特伽罗施摄处运体呢，这样子是相违的。为什么？就如同我们在讲述到说摄法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四大种。那想要说四大种，还有说由四大种所生的，像是颜色啊等等。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说，颜色呢，它并非是大种。那颜色、形状等等呢，它是大种。这些大种呢，就是地水火风这一些四种元素聚合之后呢，才变成了颜色以及形状。但是你也不能说颜色呢，它本身就是四大种，或是形状呢，它本身是四大种，或者说四大种它本身就是颜色跟形状。所以由此来成立呢，这两者呢，分级有分，二者呢，它是相违的。那就说这样讲起来呢，会有产生怎样的辩论呢？就是一般我们在中观的论点里面呢，就是讲到说施摄处跟施摄法二者相违呢，那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辩论场里面呢，就是会辩论到说，如果说施摄处跟施摄法二者是相违的话呢，那请问所知的施摄处和所知二者是相违的吗？难道所知的施摄处它不是所知嘛？那如果说所知的施摄处跟所知二者是相违的话，就要承认说所知的施摄处呢，它不是所知，那所知的施摄处呢就不成立了。那这是第一个辩论。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那佛的施摄处就不是佛了吗？那我们知道说佛的施摄处呢，我们也同样是把佛呢安立在佛的运体之上，就是透由佛的运体之上呢去安立为佛。那佛的运体呢就是佛身。那我们再讲述说佛呢有分为佛的身语意三者。那如果说佛的施摄处不是佛的话呢，那就要成就说佛的运体，也就是佛身呢不是佛了。那这样子呢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些辩论。所以呢，在讲述到说施摄处跟施摄法是相违的时候呢，会有上述的这种辩论产生。我们通常呢在程序的时候呢，是一定要程序说就是施摄处和施摄法呢是相违的。因为像中科大师所造的就是了不了义上说藏论也好，或者说像是中观的解释正理海也好呢，那都是很明确的讲述到说施摄处跟施摄法二者是相违的。那在程序施摄处跟施摄法是相违的同时，那又讲述到说，那难道所知的施摄处不是所知吗？佛的施摄处不是佛吗？那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做回答呢？那大家如果说能够了解争议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是如何来做回答呢？就是提到说呢，所知的施摄处呢，它是所知。那虽然说所知的施摄处是所知，但是呢，它并不是它的施摄法的这个所知。虽然说它是所知，但它并非是它施摄法的所知。同样呢，佛的施摄处呢是佛，但是呢，它并非是它施摄法的佛。就是在回答的时候呢，是这样做回答的。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说，则分级有分呢，皆非安立为比之势。那在讲完这句话之后呢，又讲入说离比二法。因为我们讲到说，既然呢施摄处跟施摄法二者呢，它不能够成为比之势，就是说它不会是他们彼此呢，并不会是就是运体呢，并不会是补特伽罗，补特伽罗也不会是运体之化。那这两者呢，它是否是体性相异的呢？那这边就回到说离比二外，就是无论是施摄处的运体或是施摄法补特伽罗这二者呢，他们也并不是体性相异的。所以说离比二外呢，亦无异性可
立为比之势，就假如说他们两个呢不可能想说这两者呢是体性相异的，所以也没有看这两者体性相异呢能够安立为说是这两者的施设处的东西。那在讲述完就是普特伽罗呢和他的运体二者呢，就是这两者呢都不是自性，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之外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呢，平等诸法呢由分别安立之理，就提到说普特伽罗呢，它是在运体之上呢透由分别之去安立的。那如同于此呢，我们了解到说普特伽罗它是在它的施设处之上呢去透由分别心去安立的道理之后呢，那同样的呢，除了普特伽罗以外的像是平子等一切的诸法呢，它同样呢也是和普特伽罗一样，是在它的施设处之上呢，然后透由分别心呢去安立的。那假如说透由这种分别心去安立的道理呢，就是一切法呢，它透由分别心去安立的道理呢，虽与神上假立之蛇相同，虽然说呢是跟它所安立的方式呢，就如同呢我们在绳子之上呢，然后透由我们错乱的这种分别之呢，然后会把这个绳子呢安立为蛇。虽然那这个呢就跟我们在施设处之上呢安立去平子呢，就是安立的这个理路呢是一样的。所以就讲到说呢，我们在绳子之上呢去安立蛇的时候呢，那绳子上的这个蛇呢，它是次方不成立的。一般呢，我们在平子的施设处之上呢去安立平子的呢，所安立的平子，它同样呢也是次方不成立的。虽然说安立的方式呢是相同的，但是呢，然平等诸法与神上之蛇有为无为及无有作用等，则极不相同。那就讲到说呢，虽然说他们在安立的方式呢是一样的，但是虽然说都是透由分别心去安立，但是他们所安立出来的时候呢，一个呢是存在，一个不存在，那一个是有作用，一个是不作用，一个是没有作用的呢，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句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提到说呢，虽然说呢，无论是绳子呢把它安立为蛇也好，或者说呢在平着施设处呢，就是大户扁足能双水之上呢去安立平子也好呢，虽然说透由分别心呢透由分别心去安立的这一点呢是相同的，但是呢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虽然说呢我们把绳子呢安立为蛇，但是他把绳子安立为蛇之后呢，这个绳子呢它并不具备蛇的作用。蛇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蛇它本身呢，就是你不用去碰它，它就会自己那边动来动去，但是绳子它并不会自己动来动去的。但是呢，如果说你在大腹扁足能双血之上呢，能双血之上你去安立平子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它安立平子之后，它是具备了平子的作用的。所以说二者呢虽然都是明言安立的，但是安立之后呢，一个呢不具备蛇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它却是具备平子的作用，所以呢在这点之上呢又是完全的不相同。那所以在这边讲说，然平等诸法与神上之蛇为有为无，就提到说呢，我们在绳子之上呢去安立蛇，还有呢在大腹扁足之上呢去安立平子的时候呢，它的为有为无，就是一个是存在的，一个是不存在的。虽然说我们是可以在绳子之上呢去安立蛇，但是绳之上的蛇呢是否是存在的呢？是不存在的，所以是为无。那大腹扁足能双血之上呢，我们去安立平子的时候呢，那这之上呢平子是否是存在的呢？是有的。所以讲到说呢，平等虽然说它在分别心去安立的方式呢是一样的，但是呢然平等诸法与神上之蛇呢，就是为有为无，这两者呢是完全不同的。同样的即有无作用的，那有无作用呢，就是刚才所讲述的，就是绳子上的蛇呢，它并不具备呢蛇的作用，但是呢大腹扁足之上的平子呢，它是具备平子的作用的，所以就讲到说有作用以及没有作用等，则极不相同。所以就想要说，为什么呢？就是无论说就是为有为无，或者说呢在作用有无上呢是极不相同的呢？那原因呢，就是因为说以彼二事，须否决定明言呢？就是决定了说这两者
之上呢，是否能够去安立这样子的名言？就比如说在绳子之上呢，它是否一定要去安立蛇这个名言呢？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绳子上呢，你把它安立为蛇的时候呢，你由名言去安立为蛇的时候呢，第一个呢，绳子之上呢，蛇呢是不存在的。第二个呢，这条绳子呢，它也不具备蛇的作用。那为什么说在大腹扁竹能装水之上呢，它必须呢要去安立瓶子的这个名言呢？因为呢，在大腹扁竹能装水之上呢，它具备了它之上呢瓶子呢是存在的，同样呢，它也具备了瓶子的作用。所以最主要呢，就是在决定说这两者的名言呢是否是能够去安立。所以讲到说须否决定名言。那除了说须否决定名言不同之外呢，那同样的呢，吉利丙明有无为难等。那同样的呢，在安立了这个名言之后呢，是否具有为难？那有无为难就是是否呢是有过失的。那为什么是有过失的呢？因为如果你在绳子之上呢去安立蛇的这个名言的时候呢，它对于正量呢是有所危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刚刚所讲的，在这个绳子之上呢，它并不具备蛇的任何的特征，它也不具备它之上呢，绳子之上呢也没有蛇。同样呢，这条绳子呢，它也不具备蛇的作用，所以呢，它会有过失。那反过来说呢，在大腹扁竹能装水之上呢，你去安立瓶子的时候呢，它是不会有任何的为难的，它是没有任何过失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具备了瓶子的作用。那同样的呢，大腹扁竹之上能装水呢，也是有瓶子的。所以呢，无论说是在决定名言与否，以及呢，就是在安立名言的时候呢，是否有为难等呢，是极不相同的。那这边讲到说呢，就是是否有为难呢，就讲到说对于正量呢是否有所危害，就是对于正量来说呢是否有所相违。就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比如说我们把瓶子呢安立成人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在正量上有所危害。为什么呢？因为正的瓶子的正量呢，它是不可能把瓶子呢认为是人的，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正量呢，它会把瓶子呢看成是人。那这个呢这就表示说呢，就是正量呢有所危害，就是你正的瓶子的这个正量呢，任何一个正量在正的瓶子的时候呢，都不会把这个瓶子呢把它认作是人，所以这就是在正量之上呢有所为难。那如同于此呢，就是如果我们把绳子呢安立为蛇的时候呢，它也是正量有所危害。为什么呢？因为绳子有正的不是神，有正的绳子不是蛇的正量，所以呢，你如果把绳子指使为蛇的时候呢，它自然就对于说正的绳子非蛇的这个正量呢就有所危害了。就是说我们在这边讲到是否有为难的时候呢，跟我们去卜卦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是现在呢是否有非人的为难，是否有这些魔或者是这些鬼怪的为难呢，这意思呢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常常会去卜卦嘛，就是说为难就是它也有伤害的意思，在藏文里面它是同样的字，就是说我们常会说好像我们被非人所伤害，被什么恶鬼所伤害。那这边讲的就是伤害还有为难，这边就是被鬼什么伤害的这种为难或伤害呢，跟这边所讲的有无为难的意思呢是不同的。所以那个瓶子想成是瓶子的话是错乱式，那个神上想成是蛇是颠倒式啊，那个瓶子想成瓶子的错乱式只是错乱式，不是颠倒式，是这样吧？那就是虽然说呢，我们讲到说像是正的瓶子的比度也好，或者说正的瓶子的比量也好，那因为它是分别心的缘故呢，我们说它是错乱的。但是错乱呢，只是说在于显现境之上错乱，并不是说它在执持境之上有所错乱。因为呢，它所执持的呢是瓶子，那瓶子呢也如同它执持，也如同这个直瓶的比度呢，执持一般是存在的，所以呢，它在执持境之上呢，并没有错乱，所以这个是要区分清楚的。
所以呢，我们在讲是说正的平直的比量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到说，它所错乱的呢，并不是说在它的磁值性质上呢有所错乱，因为呢，就如同它直直的平直是存在的一般呢，所以呢，它本身呢对于平直并没有错乱。那为什么会称之为是错乱之呢？它是哪里错乱呢？最主要就是在说，它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显现了平直之外，它也显现了平直的异共相，所以它最主要是在说平直的异共相呢，并非是平直，但是它把它显现为平直，是在这一点之上呢有所错乱之外，并不是说它所支持平直这一点之上有所错乱，所以这两点是要区分出来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以我来说呢，我认识小林，所以呢，对于小林来说呢，我对他是正量，因为我是完全能够证得小林。那虽然说我能够证得小林，我也知道小林是谁，但是呢，小林呢，他是否是小华的朋友，或者说他和小华呢是否是亲戚呢？这一点我就不清楚了。所以虽然说我呢是一个补特伽罗，但是我这个补特伽罗呢，我是能够证得小林，但是小林呢，他是否是小华的朋友这一点呢，我却是无法确定的，所以我可能在这一点之上有所错乱。小林可能不是小华的朋友，但是呢，我会觉得说他可能是小华的朋友，所以这一点呢，有可能是错乱的。但是我证得小林这一点呢，并没有错乱。所以如同于此呢，就是证得平直的这个比度呢，它虽然说对于平直呢是没有错乱的，但是呢，它还是有错乱的地方，就是它把平直的异共相呢显现为平直的这一点呢是错乱的。所以呢，正得平直的比量来说呢，它对于平直呢并没有错乱，它是完全能够正得平直的。它唯一呢错乱的地方就是对于说平直的异共相呢是否为平直这一点呢，就是有所错乱，它没有办法分得出平直的异共相跟平直，但是不表示说呢它不知道什么是平直，所以呢它对于平直这一点呢是没有错乱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直平的比度或是直平的分别式呢，它本身是错乱式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全部都是错乱，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如同刚刚的譬喻呢，就是我并不会认错小林，因为我知道小林是谁。但是小林跟小华之间呢，他们到底是属于朋友呢，还是亲戚这一点呢？那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错乱的，我可能会搞混。但是会搞混小林跟小华之间呢，是否是朋友的关系呢？不表示说我会认错小林，所以这两点呢是有区别的。弟子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既然瓶子的施摄处不是瓶子，那我们说作为无常法的瓶子，它的存在状态是什么样的？可以再说一次吗？既然瓶子的施摄处，我们说它不是瓶子，那我们讲的那个瓶子是无常法吗？无常法的瓶子是一个概念吗？还是瓶子这两个字，还是只是瓶子这两个字的声音？就是瓶子是怎么状态存在的？既然它的施摄处都不是瓶子了，那瓶子是存在怎么存在的呢？并不是说呢有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就表示这一法就是平直的。像我们说有讲到说，像是能够诠释兔子脚的这个声音，就是兔子脚这个声音呢是存在的。但是虽然说有诠释兔子脚的声音，但是不表示说它有这个声音呢，就表示它的所权呢就要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是不一定的，不是因为说有这个声音呢，它就是存在的。为什么呢？我们会讲述到说平直的施摄处呢，并不是平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承许了平直的施摄处是平直的话呢，那就变成说平直的每一个支分呢，我们都要承许为它是平直。那这样呢，像是平直的形状呢，你要承许平直的形状呢是平直，平直的颜色呢是平直，那平直的把手呢是平直，或是平直的底部呢是平直。那你把这些承许为平直有怎样的过失呢？它如果说都是平直的话呢，那无论是瓶子的形状，或是瓶子的把手，或是瓶子的底部呢，它全部呢都要具备了瓶子的作用。但是这些支分呢，每一个支分它并不具备瓶子的作用。什么是瓶子呢？就是我们讲述到说呢，瓶子的每一个支分呢，它都不是瓶子，但是我们把这些支分呢，就是组合起来之后呢，然后在这些支分所
组合起来的这个合体之上呢，我们把它安立为瓶子。那瓶子呢是这样子成立的，就如同说呢，我们在安立车子的时候是一样的。什么东西是车子呢？你把车子所有的零件、车子所有的支分呢组合起来之后呢，然后在这个组合起来的这个东西之上，我们把它安立为车子之外。你不能说车子的每一个支分呢都叫做车子，因为如果说车子的每一个支分都是车子的话呢，那就变成说车子的窗户也是车子，那车子的引擎或者说驾驶车子的司机呢，全部都要变成是车子，那就会有这样子的过失。那如果说这些车子的支分或者说车子的零件都是车子的话呢，就变成说我们买一台车就等于说我们买了很多部车子一样。所以月生菩萨呢，他在入中论里面呢，最主要呢就是以这个马车的这个譬喻呢，就是车子的这个譬喻呢，然后由这个譬喻呢，然后去入于人无我。人们切，我觉得他就是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说车子的支分不是车子呢，是比较容易就是接受的。可是呢，再说那个车子支分聚合之后的那个聚合体，它仍然不是车子的话呢，就说那么它就可能是不太容易就是理解。那么支分也不是，那个聚合体也不是，那个车子在哪里？那它那个呢，其实就是如果不是从那个中观的角度的话，其实我们指着那个车子，然后那个聚合体就是一个车子，然后那个指着它的一个支分，我们也可以说那是个车子，它或车子停一嘛。但是就是在中观它去寻找就是这个在这个施设处上安立的假立的那个车子就找不到，可能就是这一点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知道说入中论里面呢，月生菩萨在入中论里面呢，他是讲到说就是对于车子呢来做7种观察。那在做这7种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观察到说车子的支分呢并非是车子，那同样呢这些支分聚合起来呢也不是车子。那在这7种观察里面讲说车子的支分聚合起来呢不是车子呢，最主要是说把车子的这些零件呢就是摆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比如说我们要2点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台车子给组装起来。那在还没有组装起来之前呢，我们要先把这些零件呢全部都备妥。那把零件都备妥放在那边的时候呢，那同样的这个地方呢，它已经具备了所有车子的零件。那车子的这些零件呢，它也在聚合，就是它放在同一个地方。所以这边就讲说聚合呢，就是它全部都摆在一起的这个状况呢，它同样呢也不是车子。所以就说车子呢，一开始呢，就是我们把这些零件呢都摆好之后呢，它的这些零件呢也都是聚合在一起，但是这个时候呢还不能称为叫做车子。那什么时候呢才能够成为车子呢？就是把这些零件呢全部都组合好之后，那组合成了有着车子的这个相状之后呢，那还不够，这个时候还不能够称之为是车子。那要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呢为车子命名的这个人，他把这个东西呢这些零件组合起来的这个形状呢把它命名为车子之后呢，那这个时候呢才有真正的车子的存在。同样我们在讲说因类学的时候呢，也有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讲说各种正音的时候呢，有讲到一个说是声正音，就是声音的这个正音。声正音呢，它最主要讲的就是说，就是有兔子的这个声音呢，它堪为月亮，就是有兔子呢，它能堪为月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的人他会把这个月亮呢看成就是好像上面是有兔子，就是看到有兔子的形状，所以有兔子呢可以把它命名为叫做月亮。说讲述这两者是同义，最主要呢也是在这个就是命名之上呢，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案例。所以最初呢就是命名的这个人呢，他就觉得说月亮上好像有兔子呢，所以他这个有兔子呢命名为月亮。所以以后我们看到天空的那个圆圆呢，就会把它命名叫做月亮。那如果说同样呢，最初命名的这个人呢，他是把大腹扁足能装水这个东西呢，他一开始如果他不是把它命名为瓶子，他把它命名为柱子的话呢，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叫成柱子，而不会把它叫为是瓶子。师傅，
不是命名之后的比如说车子组装好了之后，又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车子，那么这时候这个命名之后的，就是命名之后的这个组合体就是车子了。命名之前它不是车子吗？命名之后的组合体对这个命名的人来说，它就是车子，是这样的。对，就是如同呢，这个车子呢，如果说一开始就是世界上第一部车子呢，就是做出来之后呢，还没有人把它命名为车子之前呢，那同样呢，它也不会变成车子。就是有人把它取名为车子之后呢，那才有了第一辆车子。那就如同呢，我们在做，比如说第一个呢，做瓶子的这个人，他可能一开始呢，就是用泥巴或者什么东西做一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呢，它一开始还不叫瓶子，所以这时候瓶子也是不存在的。等到做了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的人呢，他把这个大腹扁足能装水取名叫瓶子之后呢，那从此之后瓶子才是存在的。就像我们在生小孩的时候呢，如果说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呢，你还没有给他取名叫小明之前，他是不会变成小明的，他也不会叫小明的。是出生之后呢，你把他取名叫小明呢，那这个小孩子他的名字才变成是小明，这道理是一样的。那取名之后，这个小孩就是小明。对对对对。接下来呢，就讲述到说103页最后一段的第4行，说分别安立之法能有个别作用者，是佛护净天乐称三大论师解释龙猛父子欲系之不共胜法。那这里呢，就讲述到说呢，在讲述到说透由名言去安立的时候呢，那有一些人呢，他会理解错误，就是假如说为名言所安立的时候呢，他会理解说，仅仅是靠名言去安立之外呢，像我们讲的瓶子也好，柱子也好，它只是名言去安立之外，实际上呢，瓶子是不存在的，柱子呢是不存在的，那并不是这个样子。所谓的为名言所安立呢，为名言所安立之后呢，这个瓶子呢还是存在的。为什么呢？虽然说它是为名言所安立，或者说透由能够诠释瓶子的这个声音呢去安立，无论说你是说它是透由能全声安立也好，或是说为名言所安立，或是为分别心所安立也好呢，所安立的这个瓶子呢，它是存在的。为什么它是存在的呢？因为它具备瓶子的作用，还有瓶子的作用，所以呢，虽然说是仅由分别心所安立，但是并不是因为它围着分别心所安立的缘故，它就不存在了，并不是的，它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呢，它具备了瓶子的作用。在这里呢，就讲述到说，就是分别安立之法呢，那说分别安立之法能够成立的呢，就是合理的呢，然后在各种解释里面呢，那这边讲的解释，然后说句子的解释以及意义上的解释。那句子的解释以及意义上的解释是指什么呢？最主要就是讲述到说，龙树菩萨呢，他所造的中论就讲的中观根本会论，就是我们讲说中论。那对于中论的解释里面呢，它有分为就是对于中论句子的解释以及中论意义上的解释。那对于说龙树菩萨他所造的中论呢，无论说对于句子上的解释也好，或是对于意义上的解释也好呢，那以佛护，然后呢净天就是我们讲的吉天菩萨，佛护论师、吉天菩萨还有乐声菩萨呢，这三大论师呢，那也就讲到呢，这三位论师呢，佛护论师、吉天论师还有乐声论师呢，这三位论师呢，他在解释龙猛父子的意趣的时候呢，是不共的。那龙猛父子我们就讲说，龙猛呢就是指龙树菩萨，那他的弟子呢，就是最主要就讲到说圣天菩萨，或者是我们称之为是提婆菩萨。那对于佛护论师、吉天菩萨还有乐声菩萨，他们三者呢，在解释龙树还有提婆的论著的时候呢，他们是最能够呢去解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完全能够去解释到说，诸法呢虽然说唯有分别心所安立，但是呢，虽然说它是分别心所安立的，但是它还是具备个别的作用，它还是有具备它的各种的能力、各种的作用。那能够这样不共去解释的呢，就是这三位论师。
那所以呢，一般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要了解说，诸法呢是为分别心所安立的。虽然说是为分别心所安立的呢，但是呢，它还是具备它的作用。那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所以讲到说呢，此义即是中观见之究竟深处。那就讲到说，为名言安立这一点呢，你能够说它是为分别心所安立，但是呢，又能够解释说呢，它还是具备它的作用呢。那这个对于中观的见解来说呢，是究竟深处。究竟深处的意思就是呢，它是最困难、最难懂的。那这一点呢，就是为什么说它是最难理解的呢？因为其实在秩序派以下呢，他们都非常难以理解，就是在秩序派以下，他很难去安立说，就是诸法是由分别心所安立。那它是为分别心所安立的，然后要承许说它的自方不存在，它的自性是不存在的。那在秩序下以下呢，几乎是没有办法去做安立的。就以唯识宗来说的话呢，唯识宗讲述到说，依他起呢，依他起如果说承许依他起它是为名言所安立的时候呢，那就变成说依他起呢，如果承许它是为名言所安立的话，就要承许依他起呢，它是自性不存在的。那如果说依他起是自性不存在的话呢，就表示所有一切事物的法类，就是无常的法类呢，都无法观待的因和缘呢而生。所以对于唯识上来说呢，他也没有办法去安立这一点，所以才讲说这是中观见之究竟深处，是最困难的地方。所以在了不了义的开头里面呢，就想要说，如果说我们在唯识中呢，如果承许说依他起呢是无自性的话呢，依他起如果是无自性的话，就变成说会有毁谤的过失。因为你如果不承许说依他起呢，它是有自性的话呢，那就变成说一切的这些因果以及业果的这些法则呢都无法安立，所以呢就会有谤法的这种过失。那这个是在了不了义上说商论关于唯识中的一开头呢是有提到的。所以在很多论点呢或是公案里面呢都有讲述到说呢，就是过去有些人呢他因为不了解说无我的道理的时候，所以光呢听到说就是讲述到无我的时候呢，他一听到这像有一些外道徒或是有一些人他一开始在接触空性的时候呢，一听到说人无我的时候呢，他会感到非常的害怕。然后呢，乃至于说听到人无我这个词之后呢，他会全身发抖，害怕，然后感到全身发抖。因为他听到说人无我的时候呢，他会解释成为说我呢是不存在的。那如果我是不存在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感到害怕，所以他把补特伽罗呢跟我二者呢，一听到说人无我的时候，他就把一切法呢都会觉得说像是我呢是不存在，会做成这样子的理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103页的倒数第3行，如同宝鬘论语呢，色法为名故，虚空亦为名。那这边呢，就把就是如同色呢，就是在所有的有为法里面呢，那我们拿一个来作为示例，就以色法来说呢，它是为名言所安立的。那同样的呢，除了色法呢，它是为色法呢，就是有为法呢，它是名言所安立的，虚空亦为名。那同样呢，就是在无为法里面呢，我们举一个示例来说，就是无为法里面呢，就如同虚空呢是为名言所安立的一般，所以所有的无为法呢，它也都是呢为名言所安立。那为名言所安立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呢都是自性不存在，然后呢自相不存在的。接下来呢，讲到说就是五种宁有色，故名亦非有。那五种宁有色呢，就提到说大种所生呢，就提到说一切的色法呢，它要么就是大种，要么就是由大种所生，所以离开了大种或是大种所生呢，就是不会有色的存在。所以说五种呢宁有色，故名亦非有。所以如同于此呢，就是我们讲说有为法以及无为法呢，都是为名言所安立的。同样的名呢，它也是透由名言所安立的，它也是呢自性不存在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说受想及行识，如大种如我，皆因如是事，故六界无我。那就提到说呢，就是如同色法呢，它是如同色蕴呢，它是为名言所安立，它的自性呢都不存在的。那同样的呢，其他的就是受蕴、行蕴、受蕴、行蕴、想蕴、识蕴呢，同样的呢，这些呢，它也都是透由名言所安立的。那同样的，就如同我呢，和这些
就如同我呢也是一样，为名言所安立的，所以皆因如是事，故六界无我。所以同样的呢，我们会讲到说，我呢都是由名言所安立的之外呢，所以在六界之上呢，除了去安立我之外呢，也没有一个实有的我。那接下来呢，又讲述到说，就是同样的宝轮门里面有提到说，唯除于假名，若云有云无，世间名有此。就提到说呢，一切法呢，它除了呢为名言安立而有，或者说它为除了能全身去安立为有之外呢，它没有其他存在的方式。就是除了这种名言安立之外呢，你去讲说其他的这种用其他的方式呢，讲说这个东西或是这个东西有，或是这个东西没有呢，这样子呢，无论你去怎么解释呢，其他法呢，它都是除了名言安立为有之外呢，没有除此之外的存在方式。所以讲说世间名有此，就讲说除了名言安立之外呢，没有其他存在的方式。所以呢，在这边呢，就是讲述到说，此说于圣义中呢，名义都无。就提到说，在圣义里面呢，连名言呢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一切法呢是为名言而有，所以这表示说圣义呢是不成立的。那圣义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在圣义之中呢，连名言呢都是不存在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讲到说，除名言中，唯由名言真上安立，都无所有，故为是假名。就提到说，一切法呢，就是如同上面所讲到的，就是唯除于假名，若云有云无，世间名有此。就是一切法呢，它除了名言里面呢去安立之外呢，唯由名言或是唯由分别心去安立之外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存在的方式。所以呢，故为是假名，就是为是假名安立，为名言所安立。若善了知以上诸义，则能善解一切诸法，皆是因缘安立。所以呢，如果能够了解到什么叫做呢，就是为分别心安立而有，或是为名言安立而有的意思之后呢，如果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这一点之后呢，了解说诸法都是仅由分别心或名言所安立，它并非呢有一分的自性成立，或是有一分的真实成立。在了解这一点之后呢，则能善解一切诸法，皆是因缘安立，就可以了解一切法呢，它都是依靠着因缘呢而去安立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